最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一页，解说甲正文第一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就是解说甲慧能一问经语，心即开悟。即嘛就是要煞来解说一面，一面就是水文克上好经，答话金刚经。这就是六祖大师行游分落来的第2大段，属于第2段。就是慧能大师有一日去卖茶，也听到一个人伫上金刚经。因为慧能大师有熟悉的佛法的神经啦，所以听到人上金刚经，随时呢心就有所了悟。有所了悟了呢，就来问这位人客。咱较早呢，可能将人客改称呼叫做客官，那就是讲，这个人呢，咱对无熟悉的人，咱拢改讲是叫做客官，那就是对人一种的尊称啦。咱现在是若是对一个咱无熟悉的人，咱可能会甲伊讲叫做贵姓。贵姓大名等等，伊即马就问即位客官，讲你是上什么经啊？你所上的这部经是属于什么经？刻挖金刚经。这位人客呢，就甲讲，我所上的是金刚经。金刚经就是咱现在是所伫咧上、所伫咧流通的这个金刚八这波罗蜜经，后文综合所来起处经典。慧能大师呢，就搁再来问这位人客，讲是综合所来。综合所来意思就是讲你是对什么所在来？起处经典就是讲你呢来修持这部经典，安尼叫做综合所来起处经典。刻引五种基酒，红梅观东禅师来。这位人客就讲啦，讲我呢是将基酒的五梅观东禅师迄个所在。在这个所在咱要来了解基州红梅关的东禅师。基州这是在湖北省，就是讲湖北省的基州的红梅关。那用这个关来讲起来，这是属于湖北省江汉道的黄州府，但是呢，遐有一个叫做黄梅山，就是讲红梅山。这个红梅山呢，是在湖北省的红梅关，在红梅关西北边，遐有一条山叫做邦木山。在迄个所在也有四祖道信大师的双峰山。双峰山呢是在西边，在双峰的东边的邦木山，或者是名叫做邦木山，就是五祖弘忍大师伫遐伫咧弘扬禅法的所在。因此
五祖的法文呢，名叫做东山法文。咱可以了解啊，所以叫做东山法文呢，就是咧指五祖弘忍大师的禅法。四祖就是讲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伊所住的所在，叫做西山，就是讲西边的山。因此呢，双峰山名叫做四祖山，也即个红梅山，也就是讲即个邦宝山呢，也名叫做五祖山。从这所咱就可以了解道信大师甲弘忍大师啊，是在湖北省东南地方，在扬子江的附近。在迄个九江的对岸的迄个所在啊，来一个弘扬禅法。这位人客啊，就对慧能大师讲啦，讲我是从湖北衢州的迄个黄梅关东禅寺迄个所在来。这个东禅寺啊，就是弘忍大师伫咧领众修禅修行的一件事，所以一边就讲，其实是五祖忍大师在彼诸法文人1000有余，五道比中礼拜听受出境，其实就是咧指东禅寺啦。讲东禅寺呢，是禅宗的第5代祖师。就是忍大师，忍大师就是弘忍大师的意思。就是讲弘忍大师呢，是在迄个所在啊来主法。伫遮所讲的主，该当作讲就是领导，就是讲伊伫遐呢，伫咧领导，伫咧教化众生。五祖弘忍大师伊的属性姓周。是属于黄梅关的人，伊是在隋文帝仁寿元年，也就是西元啦601年迄个时阵啊，伊出世。在隋朝的文帝仁寿元年，西元601年迄个时阵出世，在隋朝的雍帝。隋朝的雍帝大业3年，就是西元607年7月迄个时阵啊，伊就是去亲近四祖道信大师。迄当时阵道信大师只有28岁，师父也真少年，结果咧就收这个囡仔徒弟啦。做安尼了呢？弘忍大师就伫遐来亲近道信大师，亲近了30几年。道信大师圆寂的时阵，弘忍大师啊，拄51岁。伊师父圆寂了，伊就在邦宝山东禅寺伫遐来建立伊的宗坊。伊的门下弟子呢，也讲是700几个。但是伫遮写是讲1000有余，就是讲1000外个。伊个弟子其中较出调的，就是慧能啦、神秀，伊就甲惠安等等。这位弘忍大师是在东条高宗咸兴5年，也就是西元啦674年。2月16离开世间。迄当时阵呢，这位道信大师是74岁。伫遮这位客官呢，就是甲慧能大师安尼讲啦，讲东禅寺就是五祖弘忍大师教化道场。伊伫迄个所在领导，伫迄个所在啊，来教化遮个道长。伊个文人啊，拢总有1000外个。讲五道比中礼拜天受出境，
就是即个人客自己安尼讲啦。我讲我呢到甲迄个寺中，闭中就是讲到甲迄间寺内啊，来去礼拜，就是讲来去拜即位五祖弘金大师，来听受持经。即个听就是耳孔听啦，即个受呢就是讲心理啊纳受。佛法当然爱用耳孔来听。听了会当相信，听了会当好接受于心中。安尼这佛法听了才有路用啦。假如讲你听咧，你无该领受，嘛无路用。从这所以就充分可以了解讲，即位伫咧上金刚经的即个技术。伊在五祖的门下听伊讲即部金刚经，听了呢，就记记在心，每一个呢才来受持。因此，才有讲慧能大师去遐卖茶，也拄着伊啊，就听伊伫咧上即部金刚经。迄边讲大师相款正属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，得了成佛。大师就是咧指弘金大师。伊讲弘金大师啊，是常常来款正属，正就是讲出家啊，属就是在家。就是讲弘金大师呢，是常常款伊的出家在家的这弟子。啊，那样款法呢？讲但持金刚经啊，即自见性得了成佛。这个但当作讲只要意思，还是讲只有的意思？就是讲你只要啦，会当来修持金刚经，安尼呢，就自己啊，会当好来见性，就得了成佛。所以，佮做讲做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得了成佛。啊，就是讲五祖啊，特别提倡爱来修持金刚经。当然，一方面由达摩祖师传互二祖的灵气经呢，伊也是有该采用。那是依照灵气数字记所引用。伊迄个灵气人法志，讲即个五祖弘金大师，伊要离开世间的2天以前，伊有对新秀大师啊来开示啊，甲伊论即个灵气经。伊就自己安尼讲啦，讲我甲新秀啊来论灵气经。也显理痛快，从这所在啊，可以讲新秀大师伊的系统是属于灵气经的系统，慧能大师的系统是属于金刚不解的系统。咱必须来了解佛法，那是禅宗呢，就是叫做讲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。这个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，这甲咱其他的宗派无共款。无论是天台，无论是华严，无论是唯识，无论是三论，拢是爱依着经教来。就是律宗或者是讲净土宗，共款呢，拢是都爱根据着经典的记载，依着迄个文字来去了解，来去修行。只有这个禅宗叫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。这个不立文字啊，那讲较白话就是讲无依靠着文字。教外别传就是讲在这个文字教以外传的，在文字教以外另外传的，安尼叫做讲做教外别传。咱
世尊啊，在灵山会上讲经说法迄个时阵，在10000人天众的面头前，就摕这个莲花起来。迄当时阵呢，遮尔真侪人拢毋知影咱世尊到底摕这个莲花起来是要创啥。只有迦叶尊者呢，表现了会意的美笑，就是讲，伊迄当阵呢，对世尊的摕莲花意思知影，已经有体会，所以就笑美笑。迄当阵咱世尊就讲啊，我已经将这个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妙法，已经传予摩迦叶尊者。所以佛将法来传予第一大祖师迦叶尊者呢，毋是用个讲的，乃是以心印心。就是讲佛在这个动作中，迦叶尊者会当来体会其中的奥妙真理。这就是属于不离文字教法别传。禅宗就是新受咱佛啦，传予摩迦叶尊者的这个不离文字教法别传这款的作风来传法。所以达摩祖师传予其祖慧可大师，也是同款啦，不离文字教法别传。其祖慧可大师去亲近达摩祖师迄个时阵，上去到达摩祖师拢无要插的，做伫遐面壁就是讲面壁拄伫咧坐禅，面向壁伫咧坐禅。其祖慧可大师伫达摩祖师的身躯边，伫遐徛足久，但是呢，达摩祖师拢无插的。迄当时阵，其祖慧可大师为着要表明伊的求法的深切，伊身躯带一支刀呢，名叫做戒刀。这个戒刀是为着保护自己身躯所用的，因为过去出家人拢是搬山过岭，行着真正危险的道路。迄当中，这个慧可大师就将这个戒刀给抽起来，对迄个手啦，就给扑落去。一支手扑转去啦，扑转去迄当阵，达摩祖师就讲，这个人求法的心差不多啦，安尼可以。迄当阵呢，伊才慢慢将伊的目睭给天开，面恶倒过来讲，你是要来创啥物啊？迄当阵这个其祖慧可大师心非常的痛，因为伊伫遐徛是在雪。在这个落雪中间真寒啦，在迄个雪中间伫遐徛，搁再一支手甲扑落断，哇！迄实是袂讲你听。迄当时阵，慧可大师咧，所袂晓讲我即摆呢心不安啦，心痛就是心袂安啦，心真乱啦。讲请大师教我安心，你心先甲安，我再来讲。迄当阵，达摩祖师讲：好你将心摕出来我就甲你安啦。哇！迄当阵，这个慧可大师赶紧要来找迄个心，要将迄个心摕出来，互达摩祖师来甲伊安。但是呢，找来找去，心伫对找无。慧可大师就真正坦白，甲达摩祖师讲：觅心了不可得。讲找心找无心嘛？迄当阵，达摩祖师就讲：我已经甲你安心了。安尼讲即句话啦，迄个慧可大师就大彻大悟。安尼就是将伊的禅法已经传予伊为什么伊讲别心了不可得？伊讲我因你安心境啦。因为上起头，这个慧可大师就是讲，哇，伊心真痛。赶紧爱祖师来甲安大伊心。祖师讲可以你要爱我安大你心你心都摕做我看卖。你既然讲有一个心也会痛，你伫倒你摕做我看，我来安啦。害啦，这个慧可大师赶紧要找伊的心，结果找来找去找无。
找无迄当阵，伊坦白甲祖师讲，我找无心啊，我甲既然无心，我该安了啊。这是安怎讲法？既然都无一个心，倒对伫咧听啦，都心都无啊，甲无心就是无感觉，无感觉较有听呢，都无听。这当然啦，拢是属于《金刚经》内底迄个空的道理。咱毋都有迄个物件，毋则有一个接触，毋则有一个感觉咯。你既然都无迄个物件，哪里有接触，哪里有感觉呢？所以就甲讲，我已经甲你安心安了啦。你都无心靠听，都袂听，就是甲你安好势。迄当时阵，慧可大师啊，就言下大悟。所以以后将二组传到三组，三组传到四组，四组传到五组，乃至五组传到六组，拢是共款不离文字教外别传，直至人心见性成佛。虽然是安尼，但是咱必须要了解。达摩祖师将法传予二组迄个时阵啊，是以伊这个灵气经来印证。就是讲，虽然是离开了语言文字，但呢，我那是以这个语言文字就是讲以经典的道理啊，来作为伊是毋是有得到，是毋是有开悟一个标准。所以虽然是不离文字教外别传，但呢，并毋是讲违背了文字，并毋是讲甲这个文字脱节。这咱必须要了解。所以虽然是讲禅，所讲的禅，假如若是无符合着咱经典所记载道理，这咱毋是禅。听话六祖慧能大师，一听《金刚经》，结果呢，心里有所开悟。以后六祖将法传予伊，嘛是来甲讲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讲到一半时阵，慧能大师讲：“师父啊，我已经知影，后面你免搁再讲落去。”所以结果呢，我也是以这个金刚经来作为标准啊，来改量化，就是讲来改测验看到底呢，伊是毋是有开悟，伊的见地啊，到底是毋是正确？所以咱毋通听到讲禅宗是一种的不离文字教外别传，那就甲这个文字脱节，就越轨违背，那呢咱完全错误。虽然是讲不离文字教外别传呐，但是我那是共款来依照这个文字啊，来做伊的标准，做伊的准则。即嘛，伫遮所讲的，就是讲弘忍大师啊。是常常劝经俗啊，讲只要若是会当互来持金刚经呢，即自见性。即自见性讲，只要你会当持金刚经呢，就自己呢会当来见性。这个见啊，就是悟啦，就是讲会当互来悟到自己的本心自性，也就是啊。会当后来悟到自己的佛心，会当后来呢显现了自己的佛心，悟了自己的佛性，显现了自己的佛心，也以这个佛心佛性来作为日常行住坐卧的妙用。也就是讲，一时一刻拢都是佛性的妙用。行住坐卧中无离开佛性，安尼就是成佛。安尼讲起来，好像讲真正妙啦。但是我在这个所在会使咧替咱世尊在要讲《金刚经》以前的一段表现。咱世尊要来讲《金刚经》以前。可能是披咧跋体咧，走去吐跋，吐有了，转来咧就洗骹洗好食饭，食咧就伫遐打坐参禅。咱过去祖师就是讲，世尊的这个一举一动就是伫咧
显示了八界妙用。八界妙用就是遮我所讲的佛性妙用。要哪来显示八界妙用？咱世尊虽然是讲满那披衣啊，但是呢，身躯并无有穿着一支细线。咱世尊虽然是讲往返哩城内去吐蕃，但是行路呢，骹呢无踏着土。当然虽然是讲食饭，但是无抱一粒米，无去抱着一支菜。虽然是讲伊伫遐打坐参禅，但是伊的迄个身躯根本呢无去坐着迄个座椅。那这就是咱世尊时时刻刻伫咧显示迄个佛性妙用。但是记好，所以佫做讲做咱世尊虽然是披袈裟无披着一条细线，这就是讲伊披袈裟无执着披迄领袈裟。行路无踏着土，就是讲伊无执着讲伊是咧行路。食饭无食着一喙饭甲一喙菜，这就是咧讲伊虽然在食饭，但是无执着。坐伫咧椅伊也无执着，甲咱众生不同。咱众生呢，披即领袈裟，讲即领袈裟，这已经旧啊啦。或者是讲即领袈裟质量无好啦，还是讲我即领袈裟真好哦，你会出来起分别。行了讲，行遮远遮忝啊，嘛是起分别。食物件，即项物件好食，迄项物件歹食，嘛是咧执着。咱坐椅即个椅点点歹坐，或者讲即个椅真软真好坐，拢伫咧起分别心。有分别心，这是咱众生的妄心的作用。无分别心，就是佛性的妙用。所以伫这所在叫做讲做见性啊，就是讲自己会当好来见着自己的本性。一旦见到本性了，这个本性就会显现妙用，在日常行住坐卧中，虽然起居动作甲一般人共款，却是无分别心。那这就是八界妙用，也就是佛性的妙用，也就是见性的人的妙用。咱从这所来去体会到什么道理？最近先听讲，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。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